一、天地人，唔係講笑㗎，每日太陽升起又落山，地球喺度轉嚟轉去，其實都唔係白轉嘅。古人望住個天，就整咗個叫天幹地支嘅系統，幫你連住個天，踩住塊地，仲睇埋你出世嘅時間，連人一齊包埋落去，咁就變咗天地人三件事，成個 combo。二、麥克斯韋搞電磁場，我哋搞命運場，你知麼？麥克斯韋整個方程，搞掂電場磁場，但天幹地支勁過佢，呢套嘢係想搞掂宇宙自然，再加你條命，咁高級嘅嘢唔認真睇，唔係蝕咗咩？三、拎個八字出嚟睇睇，假設你是2025年5月13日晚上7點出世，天幹地支，年月日時，月辛壬庚，自治午戊，日柱係壬水，你就屬水啦。但你係5月出世，5月份係夏天，屬火，因此你出世不得時令，就好似冬天結的果實長唔大，所以你起水需要補水，北方捉水，南方捉火。粗略睇你間屋坐北朝南比較適合你，如果你間屋坐南朝北，即係補火，但你自己屬水，你咪仲弊家火。如果間屋坐西朝東，即係補金，金生水都可以。四、你老豆嘅屋未必啱你住，大家都話屋企風水緊要啦，因為人一日24小時，最多時間唔係瞓就係喺屋企，咁你住緊嗰間屋啱唔啱你命先？你阿爸裝修時未必諗過你出世日子嘅喎。五、問下你自己，一、唔信天幹地支，你不如自己發明個命運定位系統試下。二、一命，二運，三風水，四積陰德，五讀書，你點排優先？咩可以改？咩改極都唔喐？三、有冇諗過用你人生嘅資料整個分析系統出嚟，睇下係迷信定有跡可尋？四、最實際，你住緊嗰間屋真係 fit 你條命咩？六、最後講句，諗清楚，風水唔只係擺個水晶球咁簡單，係你點樣理解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諗就從風水開始，做就由了解你自己開始。